继续来看云林口哦，主要是出产着蛤蟆甲蚵仔，但是蛤蟆壳甲蚵仔壳要安怎来处理呢？迄边是真伤脑筋，所以云林县政府就伫个下轮川埔仔寮渔港的附近，来规划着1公顷的土地，甲这个壳集中来管理，改善着环境的卫生。云林县的口湖乡主要是生产蛤蟆和蚵仔。 若是拄到气候问题，季节交替，这个蛤蟆和蚵仔就会死亡，迄边就要烦恼处理壳的问题。所以云林县政府伫口湖乡下轮川埔仔寮渔港附近，规划买1公顷的土地，集中管理蛤蟆壳等等的废弃物。那无论是我们文蛤壳哈，还有是牡蛎壳呢哈，都可以拿到这里来堆置，不只是拿到浊水溪做定沙计划，甚至呢，我们都知道这些贝壳类啊，经过加热哈粉碎以后呢。 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饲料或是肥料。透过占地区，除了会使避免造成环境卫生的污染，嘛会使把这个壳变做肥料饲料，阁会使铺设伫落水溪的沿岸，减少土刷的问题。 看是不是可以牵个自来水过来，然后买那个洗文蛤机。那掉下来的肉，我们再借由我们口湖公所很特别的黑水门处理厨余技术的话，可以让这些死掉的文蛤壳不但不会发臭变成垃圾，还可以变成有机肥料。采过就会使可以用，不过政府嘛要提醒民众，若是要倒蛤蟆壳等等，爱洗好清气，嘛要注意开放的时间，希望会使达成资源永续搁利用。